後來繼續正段消息是有關到新北市長的選戰。民進黨的蘇巧慧甲台南市長參選人陳亭妃合體推銷到台南的山影，互相來糾台着聲勢。另外，交通部正式來核准新北捷運3英線的營運。蘇巧慧昨暝是鋪文來慶祝，但是並無講到現任的市長侯友宜。結果，互李四川的團隊來指控，根本就是表面尊侯，暗地掛侯。蘇巧慧回應講，鋪文的第一時間有感謝新北市府的團隊，對方無看到，真可笑。非吃不可。大嘴吃酸呀！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蘇巧慧，甲同款要拍年底選戰的民進黨台南市長參選人陳亭妃合體，做伙推廣台南的酸呀。板橋農會，耶！真情也佇同一個所在，甲共黨的立委區議員宣傳各相比，好代誌就愛加宣傳，也毋過因為面冊文章引發着哪樣的批評。昨暝8點半，蘇巧慧佇社群發文章，宣布交通部正式核定新北捷運3英線營運，感謝前總統蔡英文、現任總統賴清德、另外立委吳建平甲新北市政府，也毋過都是無講到現任市長侯友宜。新北市府的團隊是一直到暗時11點半左右才發文章，表示七黨內的辛苦總算行到最後一段路，感謝市民甲團隊。蘇巧慧在先發文章，說無講到侯友宜和哪樣真無滿意。做之快令人瞠目結舌，這就是典型的表面尊侯，暗地割喉。大家可以看我們的臉書發文，就感謝了新北市政府團隊哦。那我覺得如果有些人沒有看到的話，是比較可惜啦。是講哪樣的立委安平開這個營運許可信息，是安怎特定的立委會大聲宣揚個對外宣布？也毋過根據相關人士說明，交通部函文發予新北市政府，民意代表無可能會先退掉。3英線核准通車，蘇巧慧大聲市府宣傳，所成做雙方相搶的焦點。